咱即马来共读圣经，约翰福音14章5至11节。咱做伙来读。多马甲伊讲：主啊，你去的所在，阮拢毋知，减会知迄条路啊。耶稣甲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你若已经捌我，就也捌我的爸。等了后，你捌伊，也捌看见伊。腓力甲伊讲：主啊，因爸互阮看，就到也。耶稣甲伊讲：腓力，我甲你踮到遮久，你还无捌我吗？已经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爸。你怎样讲？用爸互阮看啊！我踮伫爸，爸也踮伫我，你毋信吗？我所甲恁讲的话，毋是出伫家己来讲，就是爸踮伫我来行伊的代志。我踮伫爸，爸踮伫我，恁着信我。若无，就因为所行的事来信我。咱即马请吴圣德牧师用伫基督内明白上帝的救恩来讲道。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教会社会的奉献纪念主日，真欢喜代表着总会的教社部来甲咱后部教会来咱兄弟姊妹来请安报告。咱兄弟姊妹，咱继续为着教会社会这福音的关怀事工，为着因的需要，继续来关心祈祷，互上帝的公义怜悯，伫这黑暗的世代中，会当通过咱的手所做的来得到应显，互咱所做的嘛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咱即时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希望天下上帝主安，感谢你，你呼召阮来成做你的囝儿，嘛成做主你福音的使者。恳求主来帮助阮，互阮所传毋是肤浅的一个信心，互阮当真正，互人甲人、人甲土地，以及人甲上帝之间，拢有当恢复和平的关系，嘛经历着主你的信息、主你的良善，成做你忠实的好管家，互阮伫地面上一切所造物，拢会当彰显主你的荣光。恳求主你继续来施恩、来带领、来通过你的话，继续来启示阮、来指点阮应该行的道路。恳求仰望祈祷，拢是奉靠最后圣名求。阿们。咱7月是考试的一个月份，然后8月咧，这成绩拢陆陆续续，拢已经讲来放榜。8月嘛，准备要来开学，所以一寡联考了后要录取的学校，这学生伊嘛开始为着将来的课业来做一个准备，因为伫咱所读的这个科系，拢着影响着咱将来所要找这个工作以及一个方向。前几礼拜有一个新闻，伊安尼咧讲有一名台大的硕士物理所的毕业生，伊咧狂丢那个履历，因嘛讲会当来进入到那个台积电来做食头路，但是无拍算台积电一直无甲伊回应。有人就是讲，因为你所读的科系真重要，纵然你讲是台大的物理所的一个硕士，但是因为你所读的科系毋对，
你甲讲台积电嘛无甲你来录取，因为你所行的路毋对，所达到的目标位置就无同。咱现在社会来提供着逐款的选择，无论是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等等，伫无共款领域遮的畅销书中间，因总是因会强调讲，伊是这方面的一个圣经，就是权威，就是指引你头前道路的一个方向。譬如讲，咱看遐册房上畅销的，就是讲理财圣经，也是讲健康圣经、教养圣经等等。伊就是咧教导你讲安怎来管理你的财产，互你的钱生愈侪的钱，也是讲怎样来固守你的身躯，互你的身躯来勇行。另外是讲怎样来教导你的细囝，互伊通成做一个社会所动用的遮个人。所以咱看见伫地面上、世上拢有侪侪来教导你安怎去行方向遮个册。但是人的心常常会感觉遥远部分，并毋是讲咱找无路，是因为反倒是讲路太济，咱看毋知影要行倒一条，咱要选啥？倒一个才是咱要去要行的一个道路。如果咱要爬山，咱可能有这个经验。有时咱爬爬会行迷路，行迷路并不是讲没有路可以走，反倒是讲路太济，咱看毋知影要行去倒位，因为咱对遮要行的路无熟悉，咱就无法度行到咱要所行的目标。行的路若是无共，就有可能来带咱离开咱原本要去的路，遮的目标反倒是愈行来愈远。今日经文你开始安尼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爬。耶稣这句话来调整着咱的认知，相对嘛提供着咱一个绝对的一个凭据。耶稣伊毋是讲啊，我知，我报你一条路，安那来后步教会。耶稣是直接安尼讲，我就是道路。这是表明基督耶稣，咱找到基督耶稣，就等于咱找到咱人生的一个方向目标。踮伫基督内，咱就好亲像踮伫上帝永远的国度中。伫世上常常来教导咱来明白上帝的一个方式，有哲学、自然、宗教，也是讲道德等等。但是圣经讲，真正明白上帝，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加尔文伊强调，来离开基督，上帝就予人通成做一名敬畏的。独独踮伫基督内，咱才会当看见，来明白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慈。通过上帝的律法，咱知影上帝是公义，伊是圣洁的，伊嘛是良善的。律法的本意是要带予咱来生命，予咱来离开罪恶。但是却因为人的罪、人的软弱，人却互律法来判做是死刑。律法是上帝的法则，是上帝的来证明上帝伊的公义、伊圣洁的一方面。总是人无法度来靠着家己的气力，来甲任何的律来
对抗。咱看地心引力，伊无法度靠着咱家己肉体气力，咱跳者，咱随时互地心引力来吸落来地面上。所以人无法度来对抗这律例，但是通过耶稣基督，咱通到爸遐，而且是唯一的道路，来帮助人甲上帝来建立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嘛，互咱人知影，咱人伫上帝面前，咱所应该爱负起的一个责任。前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伊安尼讲，所有的宗教拢是通往上帝的道路。教宗方济各认为，无同款的宗教，好亲像讲是无同款的语言，拢是为着来达到一个目的，互人会当来互相来沟通。所以，伊认为讲，天主就是所有的人的天主，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儿。这句话有问题无？天主是所有人的天主，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样对吗？我们有想过吗？对。其实，伊讲的是唔对的。这违反了耶稣所教导的，所以并不是教宗伊讲的个对，牧师讲的就是对。竟然连教宗都说出，每一个宗教都是通往神国的道路，这违反了耶稣基督的教导。门徒多马犹豫问耶稣讲：“主啊，你去的所在，原拢唔知。”兼在迄条道路啊，所以咱对多马以有限的那种认知当中，咱实在嘛唔知影讲，咱到底怎样才当去爸的厝遐，找无到迄条路要怎样去？所以因需要较清楚、较确定的一个指示。耶稣回答这学生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加拉太书第3章24到26节安尼讲：“安尼律法就是做管顾囡仔的，带咱到基督，互咱对神来称作义。若是神已经到，就无搁限服伫管教囡仔的。”因为恁对信靠耶稣来称作上帝的囝儿，所以通过圣经，互咱明白，伫加拉太书讲，咱只有倚靠耶稣基督，咱才称作上帝的囝儿。人无互上帝称作义之前，人是一个罪人，毋是上帝的囝儿。伊的罪来控告着伊，伊没有被称为义，伊也确确实实是一名有罪的人。但是当伊归信耶稣基督了后，伊明白耶稣基督伊的保护、伊的救赎以及洗罪的功效，互咱通过信耶稣基督来称作伊，所以同一个时间，伊嘛称做上帝的囝儿。称伊甲称做上帝囝儿，是同步来发生的，也是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咱才来称作上帝的囝儿。所以，不是教宗所讲的，任何人都是天主的儿女，我们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得称为上帝的儿女。
你若已经捌我，就也捌我的爸。等了后，你毋捌伊，也捌看见伊。所以换句话来讲，认捌耶稣基督，就是来认捌迄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通往被上帝唯一的道路。所以这段接续的经文，拢是耶稣要离开世间之前，伊对门徒所讲的安慰甲劝勉的一个启示。你嘛清清知影，这学生对耶稣要离开内心的犹豫以及不安，所以耶稣直接互因上明确而且应允以及答案：恁认捌我，就是认捌上帝。牧师捌伫淡水的万家病院的安宁病房底下 CPE 底下实习过。咱知影安宁病房都是一寡的那种癌症啊，或者是重大疾病，遐个末期，这患者互因生命一个倒数时刻的时阵，来得到一个缓和的一个治疗。所以当因面对安宁这缓和治疗这处境的时，其实这患者已经对原本来得到病迄款的怀疑、拒绝相信，也是讲来那个抗拒，一定到渐渐已经进入了坦然接受、勇敢去面对。只是讲伫安宁病房这患者，因只是所面对的，无过亲像起头，所以讲啊，医生啊，我安那会当互我的病来得到好，伊无去看医疗的高效，反倒伊所看重的是伊人生的方向要行往大路，而是就是人生的三问：我从哪里来？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将要走往哪一个方向？人生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我对叨位来？我对叨位来？照着咱读册教科书，安怎讲？教科书怎么说？嘿，人是对高山啊变来啊！你是为高山啊变来吗？如果照这个逻辑来讲，这其实是否定咱家己生命的价值。因为你生命不过是偶然的，你不是互人期待的，是突然莫名其妙来蹦一个生命来产生，敢不是一样吗？总是创世纪第1章27节咧讲，上帝照着伊家己的形象来造人，所以咱人毋是偶然的产物，咱毋是自然界讲突然莫名其妙演变出来的，对高山啊变成人。通过圣经甲咱讲，咱的生命是有一个源头的，咱是上帝所亲自来创造的。咱有伊的形象，这嘛表示讲，咱的生命是尊贵、有价值的。咱有缘、有思考、情感以及道德的能力。咱怎样受造？咱甲咱的爸上帝来建立迄款亲密的关系。所以，甲这所有的进化论有完全无同。进化论，互咱人毋是有价值的，你不过是一个偶然的、虚空的、莫名其妙来造出来的。总是圣经甲咱明确讲，咱是上帝看做宝贝的，咱是怎样照着伊的计划，伫创世以前就陪伴着咱，咱怎样对上帝来领受。咱特别的一个生命，我伫遮创啥物？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咱坐伫礼拜堂中间，咱到底是要创啥？还是咱讲啊，来就来了？加利文安尼甲咱讲，咱活着是要为着荣耀上帝。这表示讲，咱怎样来活出上帝的疼？咱诚做人甲人之间，互人和睦的人。咱毋是来做啥纷争，咱怎样来活出上帝的教导，来行伫上帝的光明中，活出伊的使命。咱怎样将福音来传福万百姓？这好亲像一支制作真水真好的一个琴。这琴怎样伫音乐家的手中，才会当发挥伊美妙的一个乐声？台南新美博物馆已收藏了400多把那种珍贵的民琴。但是这琴敢一直收藏在博物馆吗？无。几啊年前，大提琴家马友友伊来台湾演奏，伊就是奇美博物馆来借这个大提琴。所以这琴如果一直收在博物馆内底，无法度来发挥伊上大的效益。反倒就讲让这个民情来蒙尘，所以其实咱兄弟姊妹，咱知影无？只要你有开达有能力，你依然会当甲奇美博物馆来借这的小提琴，你会当去申请，然后他会去评估啊，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有这个演奏的那个能力，他就会借你那个琴。奇美博物馆创办人许文龙，也就是望讲，将台湾这水的音乐的声，会当来宣扬，互世界人来听到，互人来知影。所以相对咱人，咱怎样只有伫上帝的旨意中，咱才会当发挥真大意义，才会当来得到真大上大的一个满足。若是无上帝，人只有靠咱家己来超出咱地面上物质的成就、金钱、地位，还是感情，来充满咱内心迄款的空虚。但是咱通过这个，其实咱拢找无，咱只有是愈找来愈空虚。但是如果咱明白耶稣基督，咱就知影，伫咱一生中、咱生命中，咱上帝的使命就是甲上帝来同行，咱怎样来为着主来活？最后一个问题讲，我要去叨了，我将要去哪里？这个问题嘛是所有的宗教拢想要互人的一个答案，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互咱一个上明确的一个答案。耶稣毋是讲教导这个宗教、这个问题尔，好亲像尼科底母，伊怎样伫半暝，伊来超找耶稣。尼科底母，伊对因话非常热切的一个渴望，伊相信人会得救。毋还是讲来遵守这律例，还是讲这宗教的规定尔。伊相信耶稣基督会当予伊一个满意佮正确的答案。咱的主耶稣怎样对死来佮活，来赢过死实，是咱永活的一个保证。互通过主的佮活，咱信靠耶稣的人，通知影，咱人死毋是安尼就来结束，但是离开这地面上，咱来甲天里甲主来同行。咱有望的迄款的
搁活一个愿望来进入永远的荣耀中。所以通过咱信耶稣基督，咱有3方面的一个确信。第一个确信就是讲咱身份的一个确信，咱通成做上帝的囝儿。第二是咱生命意义，互咱知影咱生命是有价值的，咱毋是偶然突然莫名其妙来冒出来。咱的一生是互上帝看作宝贝的，咱一生嘛爱为着荣耀上帝来活。第三，咱有永远活的愿望。咱的死毋是讲人生的终点，是咱怎样咱成做荣耀的一个开始。互咱基督徒无阁惊吓这个死亡灾害。世上一个人拢来超找真理，但是我常常陷入伫所谓的相对主义。但是咱的主耶稣毋来讲真理，伊本身就是上帝的启示。在现代社会来尊重我们是要多元，我们要包容，但是这递到一个危险，就是讲相对的相对主义。你的对无一定是我的对，真理变成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同款的一项代志，因为你徛的位置立场无同，你就来产生无同款的回应，以及无同款的结果。过去会当做你认为是对，现在因为你徛的位置毋对无同，你就认为迄毋对。这款思考虽然表面是讲包容，但是实际上是模糊了真理的一个意义。结果是造成人对真理无阁认真来追求，无阁认真来认捌。只是看这是不是合我的心意？这是不是符合某一个政党的利益？信仰变成是一个选择，咱毋是对一个永远真理的一个追求。加尔文认为，人袂当通过家己的想象来创造一个上帝形象，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咱当才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怜悯伊的救恩，通过耶稣基督对咱来显明。耶稣对腓力讲：“腓力，我甲你到遮久，你还毋捌我吗？已经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爸。你怎样讲用爸互阮看？我点伫爸，爸也点伫我，你毋信吗？我所甲你讲的话，毋是出伫家己来讲，就是爸点伫我来行伊的代志。”约翰福音18章37到38节来记载，彼拉多来质问耶稣的身份。耶稣回答讲：“我为着安尼出世，为着安尼临到世间，也要替真理来做见证。既然属于真理的人，听我的声。”彼拉多回应耶稣讲：“真理是什么？”后来呢？后来就没有了。这是一个让人感觉真充满了讽刺以及启示的一个那种场景。真理的本体耶稣基督就徛伫彼拉多的面前，但是彼拉多看毋捌伊，嘛无伫意耶稣的答案回应，伊只是顾自顾的说他自己想说的话。所以彼拉多也代表咱现今
咱一个人的提问以及咱的回应。伊毋是讲找无到真理，也是对真理讲无动于衷，没有感兴趣。因为相对主义，互人以为讲这世界无绝对的真理，只活伫欢喜快乐、是非公义凊彩啦。活你的审判，这种世界无绝对的对还是毋对，我怎样来定义？世间人拢犯了罪。我家己活了好好，现在佫过袂去佫过到将来。为什么要用宗教来压迫家己的生活？互家己生活过得安尼讲来了。现今的世界文化，无佫讲对还是毋对，所看重的是立场，只要甲我立场无共的。总然你讲日头是对东方来起来，我也认为讲你讲的这句话有毋对。所以讲，若是真理是一个相对无绝对的答案，咱个无法度有迄款永恒的确信。但是通过耶稣基督伊所讲的，互咱确实通明白。互咱明白，通过耶稣基督，咱领受上帝救恩，互咱通面对将来审判以及永远活的盼望。上帝真理，互咱伫这混乱的世代中，咱当有坚定的一个信念。纵然这世界变化真紧，世界价值观遮尔混乱。但是真理是稳固的，将做一个坚固的石盘。马太福音24章35节来讲，各地要废无，我的话袂废无。这世间虽然拢会过去，冒一个艰难困苦，但是主讲，伊嘛永远甲咱来相甲伫地。是那甲齐克国，伊捌讲一个互人欢喜一个花材的一个譬如。这譬如讲，一个戏院的表演台来花烧，这时小丑小丑凑出来，甲这观众讲花烧请大家来紧来离开。总是大家看到小丑出来。以为这是伊的表演，所以咧，鼓掌鼓掌，热烈鼓掌。当这小丑搁一摆甲花烧的警告，搁讲一摆时，请大家来离开。这观众听到了后，依然是哄堂大笑，因为这小丑伊奇怪的面貌，竟然以为伊是咧故作紧张啊，所以真。欣赏伊的演技，那遮尔成，无一个人来看做是真的，无拍算，火烧愈烧愈大。所以这名小丑也言辞更加迫切，讲真的啦，真的啦，真正火烧请大家紧来离开。但是无拍算，大家咧，鼓掌鼓掌鼓掌！哇，这小丑表演的真是精彩伊的面貌这么的真实，互人以为讲真正是花烧啊。众人将这小丑所讲的话，拢看作是好笑，是一个表演。做啥结果咧？这火咧对戏院开始烧。规个装车一间一间全部来烧了。齐克果认为世界将会互遐认为家己有智慧的人，伫遮个人喝彩当中来毁灭。因为家己掠做有智慧的人，拢认为
迄不过是讲算笑的尔。我所亲爱兄弟姊妹，今日咱也许毋是讲戏院的一个小丑，但是当咱看见讲台上来传讲上帝话，也是咱看圣经遮的先知因怎样传的信息，悔改遮的悔改认罪的信息，也是找到圣经遮兄弟姊妹，每日读圣经。默想的人，但是不是嘛？赶快来认为讲啊，他们是不是太严肃了？有这么严重吗？耶稣讲要来，2000几年也拢还无来，敢唔需要这么认真吗？现今世代价值观标准拢是这样啊，即摆拢婚外情。动机、一夜情，即摆拢遮尔普遍，教会有需要遮尔严重来看待这个代志吗？当上帝警告临到的时，咱是该看做是真的，还是看做是故事、笑话、一个娱乐尔？咱是毋是咱礼拜日来到教会？咱是来看一个宗教的表演，咱是毋是有真正想要来明白上帝的话，互咱通明白伫基督内上帝救恩吗？箴言14章12节安尼讲，有一条路人看做正直，到尾来成做一个死无。人总是以为讲宗教拢同款，拢是劝人为善。信什么宗教拢同款啊？只要有心则灵。但是咱详细来思考看卖呀，这句话敢是真实的吗？假使有一个人心脏病压起来，一直厝内。要找遐心脏病的药要来食，但是无拍算，伊找毋到药来食，无偌久，快来翘去。伊以为伊找这药会当来治疗伊的心脏病，伊嘛确确实实，伊来相信我找药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度来救伊的性命。还是讲，当咱心脏病压起来，结果咧，你的囝儿帮你挂妇产科，来甘着？你的囝儿对你讲，无啦，医生拢救人的，拢同款，医生都是救人的。无毋对，医生拢救人的，但是当你心脏病压起来时，你甲挂无共科的时，看伊是不是会当来救你的性命？所以事实上，毋是所有崇拜这个神明的宗教，拢通来救你的性命。毋管伊怎样虔诚讲敬拜这个神明，但是你拜毋着上帝，你的确你的性命来得到毁灭。咱基督教的信仰甲一般宗教无同的所在，在伫咱所信的是一位真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咱所信靠的是一位对死人中搁活的耶稣基督，一个未当赢过死亡的救主。伊家己拢无法度救伊家己，怎样通救你来脱离死亡啊？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互咱来进入上帝国唯一的道路。神学家穆迪伊有一句话安尼讲：有一日有人甲你讲，穆迪死去啊，请你毋通相信。这句话对还是不对？
不对啊，人总有一死啊。永壮的摩西讲，永壮会通到80岁，人拢会死啊。那目的讲，伊袂死。但是接下来伊讲，我只是搬厝，对人间呢搬到天顶。那个无问题。确实，照着咱所信的，咱的生命毋是死就结束，咱死是甲主来相亲近。所以通过安尼，这互咱来知影，得到一个确信。耶稣讲：“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所以咱通过信耶稣基督，咱有永远的活命。互咱通确信，咱真做一名基督徒，咱离开世间了后，咱毋是就是死去，咱是甲爸，咱甲爸厝，甲爸永远来相点做伙。所以耶稣基督是咱唯一亲近的唯一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要听教宗方济各胡说八道。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通往神国的道路。耶稣讲，伊是唯一的道路，引带咱行的路，互咱怎样来确信，互咱知影，家己迄日，咱通到爸的厝，伊嘛愿意来引带咱，来带领着咱，互咱活的时，上帝引带带领，互咱死后。咱无惊吓，咱通知影，咱死后是到爸遐，互咱对事实无搁惊吓，互咱有活的一个愿望。所以天主教方济各讲，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宗教都是通往神国的道路。这是所谓的普救论的一个延续，互咱听了耳孔上，互人来受到威胁。所以咱的确，咱对圣经，咱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咱才袂互这虚假的言论来受到因来威胁。独独迄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只有伊是咱唯一的道路，除伊以外，别个无有拯救。伊为着咱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解决咱罪问题。伊嘛死搁活，互咱有一个永活的愿望，互咱通赢过罪的关系。世上有一个那种神圣先贤，因讲的话拢是劝勉人。来鼓励人，互你通行好，好的伦理，好的道德。但是这无法度，互咱来脱离罪。因讲的话，不过是知识，不过是一个道德，无能力来拯救人。只有耶稣基督会当满足咱人的需要。耶稣讲：“既然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声。”这是一个选择，你愿意来接受圣经所启示绝对的真理，还是继续来敲找咱家己想要的一个真理？你愿意互上帝真理的光来光照你，来引带你，还是互世俗这个价值来威胁你，来带领着你？但信主不是一个真抽象的一个信仰的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确确实实咱生命的一个问题。这无看重咱的行为，只看重咱的生命。一个基督徒虽然受洗礼来加入教会，咱伫教会咱有所谓的会员名册。咱看到讲好会也是选举时，牧师我名咱无伫顶头，
但是咱是毋是阁有伫意的？伫天顶的生命册，是毋是有咱的名？这需要咱加谨慎严肃去面对问题，愿上帝来帮助咱，互咱通过伊的话，通过耶稣基督，互咱更加明白上帝伫耶稣基督内所带互咱的一个救恩，咱做同心来祈祷。请主耶稣基督，愿承认，愿伫世上，愿快受威胁，愿常常来软弱。你教阮来照着这个世间来行，恳求主来帮助阮，通过你的真理、你的话来引带带领，互阮听你的声，愿欢喜照着主你教导阮的来去行，来领受你对阮启示的真理，互阮相信，来明白主你是阮的道路，是阮的真理，是阮的活命，互阮属伫你。行伫主你的真理中，直到愿见你的面。阮来恳求仰望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